宜兰县教育处长甘信斌伫咧议会备询的时，互问讲，敢会调悬老师校外教学的补助？甘信斌煞是应讲，因为校外教学有女性社的人咧斗吵，无希望老师就踮边仔休困。这款言论是随引起批评。 校外教学学生囡仔拢真期待，不过宜兰县教育处长的这个讲法引起议论。那我们是不是应该适度的也要调整他的旅游的上的一个补助？也不希望如果有少数老师在那边，就算有旅行社小队服在那边休息，这绝不容许。 议员即阵为老师争取提高带学生囡仔去校外教学，也是毕业旅行时阵的补助。教育处长甘信斌讲，无希望少数老师因为有旅行社人斗吵，就伫遐休困，绝对无永稳。这个讲法引起部分老师的不满，认为安尼会互外界误会老师打击士气。地面册发公开批，要求甘信斌爱公开说明。我觉得确实让我们收到的会员的反应都觉得对这样的感受，感受到这是一个比较不公平以及不成比例的一个批评。宜兰县教师这个工会指出，这个议会难得讨论校外教学补助费用的调整，教育处无适时肯定基层人员的辛苦，佮提特殊少数案例来质疑教师，对一寡教育人员真不公平。你没有梗啊！ 老师带学生去社区农园买菜进行食农教育，有老师是讲，囡仔离开校园，就算有旅行社人斗带，老师嘛要负安全责任，佮需要甲家长保持联络。然后过暝形成学生有状况，半暝嘛要协助送医，这拢是压力。我是强调，反正就是强调，我们老师是去教学，不是去旅游。 甘信斌回应，伊是要说明老师是去校外教学，毋是去佚佗，会甲囡仔教好，并毋是批评老师校外教学拢伫休困。那是毋是有提高老师校外教学，还是毕业旅行的补助？教育处表示会以调悬的方向努力。记者综合报道。